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，好開心喺度再見到大家。總結咧，整年嚟講咧嘅成交量嚟講咧，喺西貢區咧都係好似大市咁樣，成交量咧係遞升咗嘅。尤其一啲低密度豪宅，好似喺清水灣道嘅澳龍咧，都超過35宗嘅成交啊。相對喺24年嘅時候咧，成交嘅幅度咧係多咗3倍咁多添。咁可以咧反映到咧，喺西貢呢一個嘅低密度豪宅嚟講咧，都係備受咧係追捧嘅。尤其咧就係一啲嘅換樓客啦，一啲嘅租客轉賣嘅情況咧，我哋見到咧係好明顯咁上升啊！嗱，好似我今次咧要報告一間咧，就係喺西貢公路同埋清水灣道咧交界嘅一個低密度豪宅嘉林別墅啦。咁呢一間嘅物業嚟講咧，係位於一個單座數啦。咁其實2層嘅單位咧，業主咧將佢咧就係打通咗，變為一個單一物業啦，或者叫複式物業啦。面積嚟講咧，接近咧係1100尺㗎。咁啊，連同一個嘅花園啦，最特別佢有4個車位。咁啊，個裝修都係非常之唔錯㗎。咁所以咧，佢個價錢一降咗落嚟之後嚟講咧，好快咧就獲得買家承接，係以1180萬一個筍價去成交嘅。好啦，咁筍盤嚟講咧，買少見少㗎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所以今次咧，我亦都帶大家咧嚟到呢一度，係位於喺康湖居旁一啲嘅豪宅群。因為呢邊嘅發展嚟講咧，我哋睇翻咧就都唔少嘅。好似喺我前面咧呢一個喺叫做蘭桂坊一個發展嘅別墅群啦。咁佢亦都有低密度嘅設計嘅。而喺我另一邊咧就係呢個威 Sand Cove，一共有40戶啦。咁分別有啲830幾尺至到1700幾尺嘅分層戶啦，同埋一啲嘅全棟嘅別墅嘅。咁呢度咧，佢最近咧都賣咗3間嘅。咁而喺我後方咧就係呢一個御花園，今次要介紹嘅筍盤。而喺御花園後面嚟講咧，有一個南豐嘅發展緊嘅項目嚟講嘅。咁我相信喺26年嘅時候咧，佢應該都會推出喺市場嘅。好啦，今次咧就我介紹呢個御花園咧，都係一個叫做西貢區嘅排屋別墅嘅入門版啊。因為佢建築面積2003尺，實用面積1234尺，而家業主叫價係1250萬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唔錯嘅筍價嚟㗎，因為佢有自己嘅花園啦，有自己嘅天台，有車房，咁面向咧就係會所泳池嘅，咁所以環境都唔錯。咁而喺御花園嚟講咧，佢亦都有個賣點咧，就係佢交通非常之方便啊！一出去咧就有好多嘅巴士、小巴線，就出去呢個九龍甚至去將軍澳噶啦。所以咧都深受咧一啲咧又要交通方便，但又想咧係住別墅嘅朋友咧嚟去選購或者係租用嘅。好，咁除咗御花園嚟講咧，嘉林別墅咧我都介紹一個嘅唔錯嘅單位俾大家啦。咁佢一個咧就係位於一座嘅頂樓單位。咁建築面積嚟講咧就1395尺，實用嚟講咧係1076尺，咁亦都有車位嘅。咁而佢個單位嘅特色嚟講咧，佢就係特高嘅樓底，望到開揚嘅內園景啦。環境亦都非常之唔錯。咁大家望一望啲相先。所以有興趣嘅朋友，除咗呢2個單位，當然我哋有其他嘅選擇啦。無論係別墅或者係低密度豪宅。或者啲碧翠路豪宅澳龍等等都好咧，都一一咧可以同大家一次過去參觀嘅。好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世紀21奇峰咧喺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。3間嘅分行分別就係呢一個嘅西沙路分行啦，即係話而家 CRVC 咧入咗伙㗎啦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亦都聯絡我哋啦。另外一個咧就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添。資深嘅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噶啦。好多謝大家，拜拜。買樓怕縱火，揾奇峰至輕鬆。奇峰獨家4大保障，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。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，4重空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防假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
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21奇峰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